牵涉到88会馆洗钱案的林炳文，顶个月起报逃亡，即马佫伫咧网络刊文，强调伊逃亡毋是因为司法的问题，佫讲伊家己回来时间是伊家己决定。调研立委拢谴责林炳文伤害司法的公信力，因有风声讲林炳文可能已经走去柬埔寨，也是日本。法务部长陈明谦表示，相信司法机关拢有掌握伊的行踪，也欢迎林炳文赶紧投案。伫面册答文讲家己逃亡，毋是因为司法的问题，是有代志爱处理。有8亿交往外汇林炳文，因为卷入88会馆地下会钱案，顶个月起报逃走，互新北地院通缉。毋过最近刷伫面册连续答文，搁请国民党立委齐卡心讲，转去的时间是我家己来定，引起外界批评轻视司法。网络上发文，我们认为这个都非常不恰当，也非常的嚣张了哈。这个当然必须要尽速有所作为了哈，尽速把他给逮捕归案。这么少的钱交保，而且可以让他在外面透过脸书这样嚣张挑战司法，很严重的妨碍到我们的司法。跟民进党交好的通缉犯，还可以隔海呛虾，司法的公信力已经被赖清德政府打趴在地上了。林炳文册被暗写，好亲像有关的面册已经看袂到相关的消息。毋过外界更加关心林炳文即马人到底伫倒，传出可能伫柬埔寨还是日本。毋过法务部长陈明谦伊讲，家己并无清楚，相信司法机关会有掌握，欢迎林炳文到案。这个我不清楚。我想司法警察机关有掌握的，欢迎他们自己来投案。既然通缉之后，我们是，他如果能够投案，我想这个法院就可以能够进行审判。因为林炳文2022年11月，互检方以300万交保，毋过无限制出境出海。外界质疑起诉了后，也是无对林炳文监管。新北地院是回应，侦查期间甲起诉了后，林炳文拢无故无到庭，无必须进一步强制处分的状况，一直到去年11月甲12月。2届无按时到庭，后来查询出入境资料，发现林炳文已经出境，依法发布通缉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